台北市长的选战嘛是战甲热泼泼。来看黄珊珊正式来展开着车队扫街，甲郭文铁、甲民众党推荐的8位的议员候选人做伙来拜票。前一天，郭文铁乃的官方的笑号，让2年后重新来启用。郭文铁讲，伊是摕家己的西车，就是要帮民众党的候选人甲黄珊珊来邮票助选。伟大市民，齐富共赢。21月26号议大选，剩无偌济时间，无党就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和台北市长郭文铁坐车扫街，要伫咧上尾2天走台北12区，车队驶过，互真侪支持者拢来到现场甲赞声。就惊输去，郭文铁甲关2年的官方通信软体定破开使用，就是要拼赢这场选战。拖到最后1秒才让烂上线，因为真的是没有钱，你知道吗？那个重启费是4000块，然后那个要发文令记，我跟你讲哦。因为我这几年偷偷藏了私房钱了。选举真正会紧张，郭文铁前一天伫咧面册顶嘛讲，家己有影会着急。我为什么现在很焦虑？你知道？你现在想想看哦，我每天7点半这样辛苦工作8年，你知道？我内心最大的焦虑是什么？台北不可以再回到过去那样。我在当市长的前2年哦，清理这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哦，花掉太多时间了。无希望8年的市政成就全部定来，郭文铁站出来发声，希望选民有机会。选举剩上尾2天，各党候选人若比政见，嘛要拼陆战，就是要争取更多选民跟支持。